大家好，我哋歡迎香港攝影家唔係攝影師啦，伍 Sir 嚟到我哋嘅 studio 同我哋講下有關攝影嘅課題。伍 Sir，你比較喜歡用咩新？冇乜所謂，其實我係即係冇全職，我全兼職咯。樹仁大學新聞系嘅兼任老師，攝影雜誌嘅兼任主編，又係一個 MAG 都市攝影刊嘅兼任策展人咯，係。OK， 所以都係兼嘅。係啊，都係兼，因為太多嘢做啦。但係全職乜咧？全職就係我仔女嘅爹哋，咁咪好男人。咁我哋講下中國同香港嘅攝影嘅現狀啦。係。因為我諗閣下都經常喺兩地走動，咁都睇到唔同嘅相同埋啲攝影嘅態度。係。咁你覺得最大嘅分別係點樣嘅？其實咧，即係我就80年代初中期就開始睇住香港同中國大陸嘅攝影嘅發展啦。其實即係最早期咧，香港對內地嘅影響好大嘅，即係特別係香港嘅沙龍攝影。咁唔單止中國大陸，即係東南亞其實都好受香港嘅沙龍攝影影響嘅。咁嗰陣即係由於個國情問題啦嚇，即係中國大陸咧佢嗰個攝影就比較唔係好開放，同埋就亦都係好單向性，好受即係沙龍派嘅影響。係，但係我睇到佢喺90年代中期之後，特別2000年之後咧，佢嗰個發展係好快嘅，好多樣化，就甚至係即係可以講係同國際接軌得好好。即係好多新嘅思維。咁當然啦，喺整個發展裏邊咧，都有少少我覺得係個路線有部分太過市場化。所謂嗰啲觀念攝影都睇住市場需要啲咩相去影啊，呢個我覺得有少少失望。但撇除呢一樣嘢之後咧，佢嗰個空間係好大嘅，即係喺嗰個創作、表達、展示甚至銷售各方面嘅空間好多。反而香港呢方面咧，其實咧大概喺90年代中之後咧，香港嘅藝術攝影發展係唔能夠話佢係一潭死水，但係就可以講係停滯不前嘅。直到係07、08年之後咧，就開始有少少新嘅氣象。我唔敢話呢個叫反彈，咁就開始多咗一啲新嘅思維啦，所謂當代攝影嘅嘢啦。咁同埋我哋香港有每年有個攝影節啦。但係呢樣嘢如果比較起中國大陸嘅平遙、連州，咁我哋事實上個規模係細啲嘅。所以我哋今年先係第2屆，咁個名都改少少啦。香港國際攝影節，即係本土嘅嘢，本土嘢係冇咁多。咁我哋一定要加啲國際嘅嘢。咁當然呢個都唔係壞事，就希望可以喺香港嘅新一代咧，就可以睇多一啲外國好嘅攝影作品。但係相對上咧，我哋喺香港個展示或者係表達方面咧，就個成本太高喎，租金，咁變咗就呢方面就對新一代嘅年輕一輩入行想從事攝影藝術咧，就真係有個阻滯嘅。係。咁早期中國影嘅相大部分都黑白為主啦。咁我諗都係90年代初中嗰個年代開始比較多彩色嘅呢種攝影嘅出現。咁當然呢啲同科技嘅進步好有關係。咁香港呢方面頭先你都講起提到香港近年來比較多攝，係咪因為越嚟越容易影相咧？其實咧，我諗係同數碼攝影發展好大關係嘅。咁事實上咧就即係個文化，即係攝影其實都係文化一種啦，甚至係都係接近啲大眾嘅文化。咁即係喺個社會年輕一代，佢多咗嘢玩，咁佢哋就只專注於一樣嘢就會少咗，即係攝影就會少咗人玩。但係數碼攝影數碼化之後咧，佢攝影佢由一個比較專門嘅用品，或者一個比較要學習得比花時間嘅嘢，變為一種好普及、好容易嘅事情嘅話咧，咁參與人就會多咗。咁起碼一樣嘢，以前相機係我唔好講專業嗰啲攝影師啦，講一個家庭嘅相機，佢係一種家庭嘅用品嚟嘅。一個家庭一部相機都唔錯啦已經。但係而家可能一個人有幾部相機，佢隨身都有部相機，嗰個即係手機影嘅相啊嘛。咁即係話咧，每個人都對攝影佢嗰個影像嗰個捕捉啊，或者係展示表達啊，佢多好多機會。咁攝影已經係太普及啦，所以影相人多好多。咁喺裏邊。其中係有啲人佢覺得一般嘅生活嘅展示唔夠嘅話咧，佢慢慢就會從事一個藝術嘅方向去做，即係例如有選題地去影一啲相，有計劃地去表達或者去展覽咁樣。咁呢方面咧就造就咗多咗人去從事攝影創作多咗。但會唔會造成
滿街都係攝影師咧？咁即係玩咗2年相機就開始會食入專業攝影家或者攝影師嘅個市場入邊。嗱，咁你其實你講緊係2個層面嘅問題啦。我成日講下啦，即係如果係你話攝影師多咗咧，我覺得呢個唔係問題嘅。因為點解咧？事實上係喺我角度咧，攝影其實係一個傳播嚟嘅，係一種語言。咁咧過去我哋喺整個生活上咧，我哋係其實好多信息嚟自影像嘅，但係我哋咧就慣咗一樣嘢，就話我哋係喺個學校教育咧，淨係教書寫閱讀。係呢樣嘢啫，但視覺嘅傳播咧，我哋以香港為例咧，係忽略咗嘅，係少嘅。但係而家喺咁嘅狀態底下，即係多咗人玩數碼攝影，而影相多咗嘅話咧，而佢係開始關注我嘅相片可以講到啲乜嘢。最基本你影台面嘅一碗餐蛋麵，佢都可以話點影好啲，碗面靚啲，咁佢呢個都係一個考慮嚟嘅。咁呢件唔係壞事。咁你講第二樣嘢就話，會唔會有啲人影多咗相就開始做從事攝影嘅會多咗咧？咁呢個咧就係事實嚟，如果係咁樣，亦都使到一啲好多商業攝影師喺以前一個咁嘅位置，而家就慢慢到呢個位置。咁唔係話佢哋個水平低咗，唔一定係由於參與人多咗，或者願意俾錢嘅顧客，佢覺得可以用低啲成本影到佢以前過分高水平嘅相，而家低見得啦。佢將嘅照片留翻喺後期製作嗰度再做好佢，佢覺得咁都得。甚至好多公司嘅 in-house 揾到同事都影到相啦。咁啊變咗對商業攝影係一個打擊嚟嘅，呢個事實嚟嘅。OK， 咁講翻頭先你提起嘅另外一個兼職咧，就係出版啦。係啊。咁依家大家都講紙質出版會越嚟越被息，就會咁。攝影雜誌有冇咁問題咧？事實上咁樣啦，即係我哋喺嗰個傳播個概念去睇咧，就紙質係個載體。咁咧就我覺得係即係攝影雜誌或者係任何嘅雜誌或者報刊咧，呢個出版咧，我哋可以唔一定係喺紙質嗰度發生，我哋可以喺電子嗰度。咁過去我覺得電子係比較係遙遠或者係比較昂貴嘅嘢，但係而家到今時今日嘅話咧，我哋係個電子嘅閱讀媒體咧，就已經係隨身都係啦。喺咁嘅狀態底下咧，我覺得係即係過去作為一個雜誌一個所謂報刊啊，你要依靠印刷傳統印刷去做嘅話咧，咁喺未來發展嘅話，而家已經開始做緊咧，就將佢轉型或者係兼顧埋一個電子平台嘅話咧，我覺得係都唔係壞事，同埋都係一個未來嘅必須路向嚟嘅，亦都係做呢個係讀新聞系或者係即係諗住傳統傳媒嘅人咧，就唔應該太悲觀嘅，因為點解咧？個載體如果真係被時代所淘汰又好，或者用另一個字眼都好啦。佢如果係真係一定係個過去式嘅話咧，咁我哋有個新嘅形態，我覺得即係唔係一件係差嘅事咯。但係我覺得相最好都係攞喺手度睇好睇快啲，所以比如講喺日本就開始有好多相書，即係但係依樣發展喺香港會點樣咧？其實呢樣嘢我到而家我都係覺得個謎團嚟嘅。你講日本相書即係所講佢嘅攝影集啦，而家講法就寫真集啦，都雖然唔一定係女明星嗰啲。OK， 咁即係攝影集喺日本係好蓬勃嘅。但係倒翻轉我都好懷疑，即係我其實冇數據喺手啦，有幾多嘅呢類攝影書會賺錢？或者係做得好，因為事實上咧就算喺美國，你出一個影集都唔係話一個容易嘅事。即係你成名嘅攝影師，你可以做一個好嘅書。但係問題一個普通嘅攝影師，你想出影集嘅話咧，呢個真係要自費先有一啲。有一個講法就話大概出10本書有8本係賠錢嘅，即係影集呢類嘅書。咁喺中國大陸嘅話咧，都其實唔係咁樂觀。香港坦白講，除咗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嗰啲，或者自己銀荷包嗰啲。能夠出影集而賺到錢嘅話咧，絕無僅有所以係好多係自己出手。所以我覺得喺未來，如果喺電子平台做到影集出版咧，呢件係好事啦。但係你講法係啱嘅，因為照片硬照印刷嘅，佢係固定咗落嚟，讀者係見一張係完成嘅作品。但電子版每一個人嗰個平台嗰個色彩、光暗都係唔同，咁呢方面係咪會轉變咗咧？咁但係倒翻轉我哋睇我哋喺屋企每家每戶睇嘅電視機都任我哋教㗎啦，我哋對荷里活嘅影片都冇乜大嘅一個質疑。咁我覺得讓嗰個閱聽大眾自己控制翻某部分嘅程度咧，我哋覺得應該有啲少少係俾佢哋試下去做。OK。
所以前景係有嘅，但係就睇再睇嘅。係啊，我覺得我哋即係特別係即係新聞系學生咧，唔應該太過悲觀話，我哋喺我成長嗰代係紙質嘅，我哋都希望係做紙質嘅出版，但係喺個過程裏邊，以後會唔會我哋呢行式微咧？其實唔係嘅，做傳播呢行唔會式微嘅，只係個載體轉咗呢個日子，我哋應該係慶祝佢，OK，一個快啲嚟添。OK，咁講翻最尾一個問題，同器材有關。係，如果依家你要去一個地方2個星期，你淨係得帶一部相機、一支鏡，你會帶邊樣咧？哇！呢個真係好大嘅問題啊！我唔知Leica嘅人會睇我定係 Nikon 嘅人睇我定 Canon 會睇我。但係撇開呢樣唔講嘅話，如果淨係帶一部相機，我真係好睇我去嗰2個禮拜做啲咩事。如果係去做我影我出版用嘅插圖，淨係俾我帶支鏡、一部機嘅話，我一定會帶單反。一定要帶啲 standard zoom， 即係例如24到70、80，一定2.8嗰啲。嗱，如果係咁樣，如果俾我度假影 snapshot 嘅話咧，我就任何一部相機，哪怕 Nikon、Canon， 我想講面到頭嘅Sony 同埋 Leica， 有部機，我要一支輕便嘅鏡頭，我自己搞掂㗎啦嚇。就 RX1。呢個係一個好嘅選擇，呢個好選擇，但係就好多人覺得佢價錢太貴。係啊，好似我覺得貴。我希望佢可以係啦，覺得希望係好嘅。十分多謝伍爺花啲時間同我哋傾。俾個機會我過嚟同大家交流。係啊，咁係就俾啲同學同師傅學習下。冇，我都希望今日我哋可以過嚟同啲同學學到嘢。好，唔該晒。